模樣咧，你都經過唔同嘅精挑細選啊，最後點樣揀咗即係呢一個面孔？因為好似你講話試過有人形啦，有你話有四不像啦，我知有豬仔都試過啦，點解最後揀咗佢嘅咧？因為其實最後嘅時候就揀剩幾個你當4、5個嘅 final 喺度選擇望住個紙張，然之後我係覺得呢一個 Doobie 係最令到我開心嘅咯。因為去翻啱啱一開始講，我覺得我嘅人生就係追求除咗 give and take 有 give 有 take 之外，就係要追求快樂。咁我都好想分享到呢一份快樂。咁我望住嗰幾幅，呢一個係令到我覺得最窩心、最開心，然之後令到我覺得係代表到一個初心嘅祖兒嘅感覺。咁所以我就最後就揀咗呢個版本。其實一睇佢嘅時候咧，除咗即係形象百變，好似你之外，我覺得嗰種嘅活潑，嗰種嘅好童真嘅感覺咧，好感受到。嗱，咁剛才你講即係唔單止感受到歡樂啦，帶俾